感恩乜法？100日挑戰第82日。今日我好希望我嘅目標係要同媽咪一齊玩到盡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影屋企嘅相。今日我好感恩可以成日可以瞓覺，可以玩好好玩嘅遊戲。今日我好感恩可以拍馬屁。拍馬屁。我今日好感恩，我好早醒，趕得切，然後有好有耐性，有好多嘢玩，好多嘢食，好多嘢用，好好瞓，我係秒睡寶寶，然後又有好有耐性，好有韌性，好有彈力，好有愛。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媽媽有好多朋友，好感謝我老公整嘢俾我食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活活潑潑。而家咁樣乜法嚟㗎？最中意跟住你呼吸嘅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拜拜。